这回这西南气流呢，伫台南后壁区嘛是同款变大雨，造成真侪所在这水拢消透袂离，车路已经真做是水路。今仔日这水呢是拢总提起啊，也毋过李了表示讲，其实呢这暗坎有较少，佮加上这青寮大排呢是真侪树基拢塌掉咧，所以才会致使即届灾情遮尔啊严重。今仔日行政院长嘛落南来视察当地状况。 一套大国军进驻后壁区青寮，出动兵力来遮摒扫清理家园，基本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台南落一场青光雨，水淹780公分悬，后壁真侪所在有影食力。后壁料理长讲，这主要含因遮3公户后边，这条农用灌溉水沟的暗坎上细条有关联，造成水下袂离，佮加上附近青寮大排真侪树基拢塌咧。 大水漫出来，规个砖头才会淹得才凄惨。这段才大条，然后去到遐中搁细条，伊水济无法度出去，伊就已经溢出来啊。这边的水也落来，这边的水也落来，这个涵洞哦，伤细啦。未过的时阵，规个就积堆成，阮里人热来啊啦，徛过规个就拢开始一直淹水起来啊啦。啊，阮昨下遐食啦，就是这条已经拢甜。 拢一直溢出去。经过了解，高霹雳是水头，逐摆风台顶排水口强在咧涨起来。这回嘛，因为暗坎伤细，透袂赴落雨的速度，造成水一直去地势较低后壁里，拍破20冬来无淹水的记录，在地民众拢心惊惊。另外，行政院长今仔日嘛专工落南去白河后壁来关心淹水的情形，甲排水系统的改善。嘛讲明年会变经费来做防水设施。20冬已经拢很畅通，就是因为丹那是台风。 那个事枝太多了啦，所以说于是这一届吼，叫水灌来，所以讲太里水坑。过去像这种比较源头的，甚至比较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，认为它可以自然去治洪的，我们再把它系统性的把它改善，退水能够越来越快。所以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又编了跨年度的1000亿的预算，要来做未来的几年来做。 在地变势，即阵是趁雨芳，大家无因咧摒扫，因就希望风雨莫过来扰乱因的生活，通赶紧恢复原本的模样。气象署提醒，若这波雨水会持续到拜3，中南部地区民众也是爱提悬警觉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